所以狗仔伊是红绿色的色盲，红绿色的色盲，伊是色盲，所以伊看无。红色、红色甲绿色伊袂当，伊看无。然后佫有一个问题哦，若是导盲犬袂当看红绿灯，啊，请问视障朋友要安怎过马路？不是会当起黑吗？哦，我知影你讲的，但是毋是每一个所在拢有。看别人先过，较过。伊是要安怎看？到位看别人哦，是有照的时阵，敢是看车？毋是，不是，伊听车的声音，像听车的声音。主人。哦，冰风冰风。所以讲咧，就是视障朋友一听车的声音，但是狗啊、导盲犬伊袂不会判断。我都看。所以伊的主人、伊的视障朋友听车音。判断说，即摆会当行还是袂当行，会当行的时阵，伊会互导盲犬下指令往前走，导盲犬就会带伊过马路安尼。